俗语讲了好。这个阿鹏呢，甲这个阿婉，两个人呢是大学足好的好朋友。啊，毋过出社会了后呢，两个人足久拢无联络啊。即天啊，足无简单，才敲出一个时间，要来见面，要来食饭。因两个人吼，拢要带因新交的足水的女朋友来食饭，甲你等一下。想袂到，所发生，互因料想袂到的代志。啊，哎，我啦，我足久无看你最近啊啦。哇，袂歹啊！鹏诶，我看你嘛袂歹吼，哇，交一个女朋友安尼，遮尔水，身材阁遮尔好，哦，你厉害。其实嘛，马马虎虎嘛，你什么叫做马马虎虎？就是马马虎虎啦，马马虎，对，差不多尔啦。你的女朋友较水吧？哦，真的哦，哦，你讲你哦。当然咯。你敢是迄个有够赞高中迄个林祖莹？你哪知？哎呦，哦，你嘛读迄间哦？系啦，我甲你讲，你哪会安尼？你我安怎细汉的时阵生甲歹歹，啊，毋过今嘛18岁啊，生甲足水的呢。baby 啊，迄个18岁已经48啊，你看袂到。歹势啦，我毋知啦。哎呦，阿鹏的嘛是甲以前共我最爱讲生笑的，你讲吗？原来安尼大家安尼，哇，以前拢熟悉呢，哇，安尼袂歹啦，安尼确实是算安尼哇，这有缘安尼千里过来相会，今仔日好啦，拢算我的，拢算你的，我尽量好不好？这大好哦。啊，你敢好？不要紧，不好意思。真歹势呢。人客，这问一下需要啥物服务无？我要点菜啦，有啥物会当推荐的无？我就是遮的总铺师。优秀。对，你看我的身材就知啊。我遮的鸡卵糕一定最好食，因为我是对法国留学转来。法国，系。对一间啊？哪大，哪大鸡卵糕。好像啊。学定的，吼。阮都是现点现做，保证好食到你的大吉啦！哦，大概听袂讲啥啦，伊是讲食了鹅个大吉啦，大吉啦！我来讲，牛肉个大吉啦！拄啊好，好，我来讲来这间店嘛对啊，吼，我女朋友啦，吼，你看这个吼，安尼敢若香菇的，足高级。我恁叫金针啦，吼，金针菇吼，我女朋友上爱食迄个。伊拢讲迄什么会气死的鸡卵糕啦，气死的鸡卵糕，嘿啦，气死，安尼真好吼，啊，我来看卖吼，安尼好啊，安尼我帮点迄个吼天数千顶气死的鸡卵糕，你要点咩 Angel Flag Le Chant 咧？对，对呀。Angel Flag Le Chant，对。嘿呐，心肝的，我就知影你最了解我的。哎呀，多谢咧。嘿，碰碰，你是要食啥？吼，遮济款我都就是要食的咧。安尼吼，会使总来无？鸡仔会上总来无？要食鸡仔哦。阮女朋友咧讲话我听有就好啊，你免烦恼遐济，安尼啦，你欢喜就好啊，吼。OK， 头家总来。我即马请总破师马上做出来送出来，好大家食。好。哎，啊，恁哪讲小等我者吼。好。哎呦，来，哈，碰过安咯，啊，人客安咯。你哪知我姓彭哦？哎嘛，人客，我拄则有听到恁咧讲话啊。我该请教者。是。拄则安尼点一堆啊，点遐尔济项啊，拢总爱我这钱。啊，这你放心啦，因为吼，恁是第一摆来，所以算你较俗啦。拢总我算看卖啊，算出来啊，拢总啊，只要54387块，安尼就好。你这是乌店啊？无啦，那叫贵。法国转来的啊，迄总部师最厉害，最有名的啊。夭寿咯，已经算较俗的啦，吼。我去准备，好。阿鹏啊，你眼光真好，好食到要死。是讲迄个我啦，足久无看，你敢无要结婚，无来出去结婚呢？我结婚啦，无得不来，结婚。哦，安怎样？我过来。
你有话跟你讲者安尼。快些，小久无看吼。嘿啊，真久无看，哇，你生意做真大哦，我大家都亲的哦。这鸡卵糕袂俗呢，哇，你互你请一顿，哇，感谢啦，感谢。其实你了解我无趁遐济啦，无趁遐济，这吃到我拍足久的。你拍足久哦。嘿啊，我拄则去问迄个服务生啦，嘿，讲迄鸡卵糕要收5万我。哎呦，5万，啊，真的5万，系啊。我遮贵哦，我你食好，我等伊去加食贵。不，喂，该参详者讲，你下面出一半无，好不？你女朋友食个像话，你出一半应该差不多吧？来，朋友一场，一句话，赞，都未够。哎，你大家朋友知道我今天无要甲斗骹手哈？无啦，我来讲，咱细汉的时阵，你做学生的时阵，哦，你考试对无？啊，我要甲你借来抄，你若无帮我的忙啊，对无？你即摆是要变故小就对啦。来，要变故笑，来，你来嘛。你今仔日咱大家足久无见面，毋是安尼讲嘛？迄个物件是啊，无啦，无讲是嘛。关你什么代志啦？无，来，大家吼来做一下公亲的吼，因为吼，等下我背者，因为吼，伊既然吼。叫我付一半迄鸡卵糕的钱，伊明明佮讲伊要请，对无？啊，即马咧安尼反悔嘿。我叫你莫讲出，你真正发起。小弟，原来你是无头毛的，你个狗屁，头毛搁遮尔济，我帮你洗啊啦，我帮操你啦！你唔通安尼啦，卖冤家啦吼！你一个无毛加有毛，啊你无钱你加好去啊！哦，恁两个真正是相拍无过参花啦！相拍无过参花，还佫有一句俗句咧，请看。拄啊点遐鸡卵糕哦，要求诶服务生甲讲5万外箍啦，5万外箍咯，嘿啊，要求我遮尔贵哦，嘿啊，哦，安尼好，啊我等伊去加10几岁。你讲啊，我甲你叫来遮就是讲话，一日下甲倒出一半，恁女朋友食个遮欢喜，你出一半无过分干。好哦，好安尼朋友一场一句话，都未够。你即摆钱无要拿到，就对了。进前考试吼，我要甲你借来抄，你嘛无我抄啊，对无？哎呦！你即摆是要变故小就对了。变个变来，加什么啦？你来吧，无想无。较早是你家己无爱读册，是我来讲你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来，各位做一下公亲的吼。因为伊讲吼，叫我付一半鸡卵糕钱，啊明明讲要请客，吼，讲伊要请，啊即摆咧反悔，嘿。哦，你这个我叫你莫讲着，你叫他。你呐，奇怪，你竟然是无毛的，你个狗屁，佮遮尔济毛，你佮地咧顶悬，你佮我骗，我要喊你切啊！注意，你卖冤家，你两个一个无毛加有毛，一个无钱加有钱，你两个真正是小济做去食头啦！哇，来哦，这个情形有两句俗语都要在咧形容，相拍无过残花这句，来感觉这句对人举手。无过残花，无人要举手，无人要举手。好，恁两三个查甫。好，你记得。拢查甫的，吼，查甫去跟查甫过这边。查甫的拢有相拍无过残花。我是想讲，因为吼，就两个人可能要过长啊，但是要过去但是一相拍，啊拍就无法度过去啊，因为拍就受伤，啊就倒伫遐，啊就无法度过去啊。应该是安尼啦。你讲的是废话。你讲的是无证据啦。所以恁这边又是小生做70头。对，是安怎？卖冤家。原来这简单哦。我来卖冤家，你就会中钱的。对。
那恒基你就少有钱，这什么解释我听无？去食就无钱啊！因两个搁咧伤济做去食的头，头伊就久笑比无买，你因为两个笑都无头爹爹钱啦啊！我感觉查某囡仔去做较厉害。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来啦，来，老师对一边就请。讲到这烧拍无过田花，咱先来介绍一个叫烧放盘。因为以前农业时期吼，烧放盘。我种这田哦，一区足大区的，我若要一个豆豆收吼，毋知收到当时。哦对。啊，大家拢会啊，来，规田头的人吼，大家做伙来收。所以尾后一个事叫挂丢仔饭。挂丢仔饭就是安尼啦，因为大家人家己斗相共嘛，所以恁兜若有鸡，你就抬鸡，啊有卵你就煎菜脯卵，今仔收恁这区，暗暝再收阮迄区，所以迄是早农村社会真好的烧放盘。是因为大家感情足好啊，有时拄着代志要冤家时阵吼，拢是你住遐，我住遐，拢用喙齿喙咧大细声亮尔啦。所以就算安那感情搁拍歹，绝对袂烧拍吼，袂跳过田花，甲喙齿喙尔。所以变成两个差不多啦。一个1斤，一个12两，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另外吼，烧煎做去食头解释了差不多啦吼。因为讲实在，去食本来就较散切啦，无啥物好谈的啊。为着点利用吼。就为着要冤家烧麦，大家要烧煎做去食头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，为着三块豆干跳过刀安尼啦。啊，三块豆干就当个起配面哦，所以讲见利忘义啦。所以若讲照规个看起来，应该是一个无毛加有毛，啊一个是无钱加有钱，应该是烧拍无过田花，两个差不多啦。这无奖品啦，无奖品啊，无奖品，嘛无奖金嘛，嘛无奖金后嘿。面嘅人讲会当互你食。哦，袂歹啊，嘛是袂。要对要唔对无关系，吼，了解这个艺术就好啊。系啊，拍破过嚟。